钟声稀微的舞台，台文创作一路行来。作者陈洁民。有付出，才有可能修成；无付出，想要修成任何物件，绝对无可能。这敢毋是千古不变的道理？为什么一般人也是这尔现实，功利主义呢？眼光为什么无爱囥较远的呢？这个时代，敢讲连古早以来上界强调认真率性的诗人，拢无法度坚持应该有的理想，都落入这个陷阱啊咯。无的确，我想过感伤，但是看到这种情形，实在使人不得不吐出一口大气，感觉稀微啊。无毋对，每一个人拢有家己创作方式的选择。回想我第一摆写台语诗，是读大学3年的时阵，迄当时因为收到一门台湾童谣的课，教课的简尚林老师要求大家爱创作台语囡仔诗来做作业，互我开始注意台语诗，而且搁一时真有兴趣，一摆写几落首，搁自认为写得也可以。投稿报纸杂志了后，敢若《台湾时报》捌刊出一首，其他的袂顺哪亲像石头沉落大海，连一丝仔回音都无。迄当阵实在毋捌介济台语字的写法，更加免讲啥物白话字，也是罗马拼音。黑白写的迄几首台语诗，实在找无发表的所在，嘛豆豆仔磨起我创作的热情。一方面，当初嘛毋捌半个台文创作者，无人鼓励，嘛无人通做伙讨论交换创作的心得，搁较莫讲有啥物人会互你掌声。所以，我捌停困台文创作2年外。